William。我係車車，今晚好開心可以同 William 一齊主持，由我哋粵陽生主要呈現，由我哋嘅 China Two 同埋 EMO American 協辦，以及我哋嘅綜合新聞同埋 MIT 協辦嘅中國我哋美國嘅亞洲聲歌唱大賽咪王爭霸。冇錯。咁啊，大家咧今晚咧有好多嘅參賽選手啊！我哋已經登記咗嘅選手咧已經係有18位咁多㗎啦。係，而家好似加多咗位19位，係啦，競爭激烈啊！咁啊，賽制方面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先啦嚇。咁咧，我哋今次嘅比賽因為人比較多，咁咧我哋咧就想同一般嘅歌唱比賽有少少唔一樣嚇。咁我哋咧今次咧係會採用一個類似我哋叫做指咪制度。點解叫指咪制度咧？就係我哋現場將會有5位重量級嘅評審喺度，佢哋如果覺得台上嘅呢位參賽者表演係唔過關嘅，入唔到佢哋法眼嘅話咧，佢哋會將佢哋面前呢盒嘅魚人生燕窩嘅產品就會拍低佢啦。咁如果有超過3位以上嘅評委覺得咧係唔應該俾佢留喺場上嘅話咧，咁呢位朋友就可以再繼續留喺場上面表演咯。我要很快的说，用国语说，因为我知道有国语的参赛选手。那我们的评委有5位，那他们面前有每人有1盒燕窝。那如果你唱歌的时候呢，在1分半钟，在2分钟之内，他如果觉得你有一些方面不足的话，他会把燕窝推倒。超过3个的话呢，你就会直接被淘汰。那如果能坚持到1分半钟以上呢，就直接晋级，然后由我们的余人生提供的奖品给大家，非常刺激啊！冇錯啦，咁除咗呢個獎品之外咧，現場仲設有其他獎啦，包括有我哋嘅着裝造型啦，包括有我哋嘅颱風啦，仲有各種各樣嘅獎咧，咁係俾到大家嘅。同時咧，大家手上可能會有少少 confuse， 因為見到啱啱有我哋同事派咗啲 raffle ticket 俾大家，咁可能覺得，啱啱聽到有個哥哥講話，喂，2張俾晒我，點投票啊？點抽獎啊？你哋？轉頭我哋會收翻嘅。咁如果各位我哋收之前，你交上嚟之前咧，麻煩你哋將你心目中心儀嘅最心儀嗰位選手嘅號碼寫喺嗰張 ticket 上面，之後我哋收翻翻嚟啊！我哋要做一個統計，咁啊算出今晚嘅人氣大獎嘅。對，我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會有一張抽獎券，那把你心儀的歌手呢寫上號碼，交回給我們主辦方，之後呢，我們會選出今晚的最佳人氣選手，全靠你們。冇錯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首先介紹下我哋今晚嘅5位重量級嘅評審啦嚇。首先有我哋嘅資深音樂人添 Sir 你好，同大家打招呼。經理，我們的著名音樂人有請。係，然後有我哋嘅文文姐姐亦都係我哋嘅資深嘅評委。文敏老師。冇錯啦，咁有我哋鳳凰城嘅老闆娘，大家都認識㗎啦，玲姐。玲姐，掌聲啊！謝謝。好啦，咁之後有我哋最後一位啦，潘律師，同大家打招呼。我們潘少玲律師有請，歡迎。係啦，咁當然啦，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啦。重量級嘅，我哋位都係重量級嘅。真係呢個特別重。有啲重。物理上都重過嗰幾位嘅。我會聽到喎。係遠道而嚟嘅，係咁大家其實唔係太神秘嘅，我哋大個海報打咗喺度啦已經嚇。沒錯，大家都是我們看寶寶老師來。冇錯，我哋有請我哋嘅前香港藝人我哋嘅爆笑天王喬寶寶先生。爆笑天王隆重出場，掌聲歡迎！嚟俾個咪我老師。Thank you 兩位主持靚仔靚女，大家好，俾掌聲聽下好冇？ Thank you 今日好開心咧，就嚟到咪王爭霸，多謝余人生啦，亦都多謝我哋新鳳凰城酒樓咧，就即係俾呢個咁靚嘅場地，咁亦都好多謝我哋紐約嘅華人親朋戚友，同埋我哋咁多位18定19個參賽者，好似多咗啊！咁知道喬寶寶嚟咧，咁踴躍咧就參與。咁之前小弟咧就係當差嘅，咁香港。 我哋喺06年嘅時候咧，我個同事就幫我報名，咁參加呢個殘酷一叮，叮一叮就做咗明星。咁所以今日咧，你哋咁多位參賽者咧，即係19位參賽者，希望你哋可以表現，充分發揮你哋嘅小宇宙，分分鐘咧，你哋有意外收穫啊！因為美加咧都好多，譬如喺選美啊或者唱歌咧，就入咗娛樂圈。
咁啊，而家唔單止係香港啊、澳門啊，甚至乎中國大陸、世界各地有華人嘅地方都可以見到佢哋嘅。咁啊，小弟嘅成功都係有賴中華民族教導有方，先至有今時今日咁嘅成就。所以大家俾掌聲我哋中華民族，同埋我哋主辦單位余仁生，多謝。咁啊，咁高興嘅場合，唱首歌可何好唔好啊？打響頭炮先。好 ，music 唔該，先鼓掌，後欣賞啊！共和威王爭霸如人生，我哋大家笑迎面，喜慶啊炮竹響天天，家家歡笑人生先。威王爭霸一生好景，幸福夜人事，一切美好啊又安樂，食如人生思。我哋恭賀威王爭霸，賀大家笑迎面啦，喜慶爆竹響遍天，家家歡笑如人生先。我哋恭祝紐約華人一生喐咁好景，幸福就以人事，恭賀如人生搞風順，我哋大家見明見，威王啊爭霸盡歡樂，衝光一片耀眼前，恭祝中華民族一生光輝，長花永紅艷，生意啊更好啊又多賺，起屋你又買田，啱聽你啲掌聲先，多謝啊，多謝我哋咁多位余仁生嘅、紐約嘅、中華民族嘅親朋戚友，今日大大細細要啷悠悠，老亂亂都要燒燒口啊！威王爭霸搞風順，我哋大家見明見，威王啊盡分啊盡歡樂，春光一片耀眼前，恭祝中華民族一生光輝，長花永紅艷，子女啊孝心又聽話，父母安享啊到晚年，安享啊到晚年，安享到晚年。感謝所有深愛我的朋友，哦，感謝你們默默相守，感謝現在以後風雨同舟。